路透社指出，讲美国政府今仔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案，价值大约是3亿3千万的美金。有专家是认为，讲美国可能会为咱国防部一直想要买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政府伫28日宣布新一波对台的军售，价值3亿3千万美金，合大票是103亿。有消息讲，这波军售案有可能有加带4台非武装 MQ-9A 无人机啊。不过，专家认为讲 MQ-9 系列已经伫进前采购的合约内底，这一边的项目比较较有可能是国防部进前讲的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那这个也列入可能是明年的国防预算的这个经费，这种弹药，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国家先进防空飞弹，都是可能的项目。美国刷力对台军售参议院伫27日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呼吁美台军售合作，替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备份。目前法案还阁爱等两院的协商，摕到上尾的版本。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是伫北京，甲伊甲李总理梅洛尼来举行双边会谈。会后联合发表声明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上界重要的，有利区域甲全球安全和宽容。两个人嘛有因讲就中国带来的机遇甲挑战来做加强协商。Many things are changing around u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others didn't expect, that we should perfectly prove that the West world is united. 国际关注台海局势，日本政府嘛伫28公布2023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嘛聚焦伫台海安全，对中国军事的动向提悬警戒，对去年的强烈关注事项提升成做前所未有的上大战略挑战。台海的描述嘛升级提悬成做整体国际社会的担忧，当咧快速提悬。记者综合报道。